看轉來到咱台灣高雄小港南青計劃區甲這個四邊呢有規定的野狗，才要甲人虐害人來着傷哦。也居民就發現講呢，才有遐爾濟狗仔，就是有人呢甲狗仔帶來去工業區的空地獻殺，也閣有人呢趁半暝啊、趁透清早啦來飼狗仔。地師講哦，這個野狗是愈來愈大陣，呼籲相關單位要趕緊處理。民眾騎自輪車經過路口，一陣亂亂掃的狗仔衝出來，將人圍繞的。民眾只好停佇路邊落車趕因走。代志發生佇27尾仔嘛，高雄小港區沿海3路甲4路一戶內啊，防水管民眾雖然無報案，也毋過其實同一個地點類似的狀況定發生。他就在這邊停紅燈，紅燈要整個追出來，他的袋子還有一些的東西的食物的都被他咬破了，他不敢去，因為太多了。南青計劃區4區圍流浪狗規定出入，主要佇尾仔仔的時陣，讓附近民眾心驚驚。這邊也發現有人刁工將狗仔帶到工業區空地仔去放殺，甚至是透早是半暝仔到現場去飼，造成流浪狗群聚數量增加，用目睭測量至少有900隻。通報動保處處理，煞無啥積極。橋倒擺啊，經過遮，互伊虐，摔到也是着驚，伊人是足深的呢，安尼一驚伊佫過啊，佫後邊上着傷，虐上上佫來報，安這毋是處理方法啦。針對部分民眾不當餵食所引發的人犬衝突行為，已協調相關場域管理單位配合落實人員進出管制，從源頭阻絕浪犬群聚效應。動保處派員到場墾誘捕人啊，強調自去年到今已經掠11隻流浪狗。針對飼狗造成狗仔組織，會甲工業區管理單位合作，設置誘捕圍籬等設施，處理不當飼狗仔行為為源頭來管理。記者綜合報道。